后来到目前为止，因为注这个 AZ 疫苗过往的时代已经有10外个了。即摆毋但有袂少的时代毋敢去注，参时势原来真丢毒，到底要鼓舞时代去注预防针无？有专家来分析，可能是时代为着要注这个预防针，奔波来回安尼走伤忝咯，才会来过往。嘛有分析讲，这往生的时代大部分拢有慢性病。有关这个死亡的原因，还阁进一步来了解。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是来呼吁讲，这个注预防针保护家己，这个好处比歹处较多。你要注个疫苗，你要注哦？哎啦，咱免注，敢毋是这注会死。敢要去注预防针，想着胆胆，因为6月15号开始，各县市开放老大人注 AZ 疫苗了，目前超过12例是注完了不幸过身。敢是因为注疫苗造成的，目前也无法度确定，也过互人会烦恼。敢通好处来时代去注预防针？你不打疫苗的这个新冠肺炎的风险是我刚刚说的0.017%啊，这个你打了疫苗，结果也有0.009%，两个差了大概1倍，都很可怕。对于这个高龄的老人家来说，他打疫苗会变得特别危险。那原来病为什么他在家里面不死，打了疫苗就死呢？这个中间的舟车劳顿嘛，非常冗长，而且都在晒太阳。我觉得这些老人家基本上他不是打疫苗死的，是被折腾死的。以后政府啊，如果在给老人家打疫苗的时候，应该做一些更优化的流程啦。注预防针进前，医师拢会先评估老大人的身体状况，敢有适合注射。注完会先伫边仔休困超过30分钟，看讲敢有过敏的反应。目前不幸过身的12位老大人，有10个拢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史，所以讲这敢是甲疫苗有关系，唔知影。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分析的就是说，我打完疫苗以后，老人家的猝死的机会有没有增加？那这个又跟平常没有打疫苗时间去比才知道，所以这个需要去分析才能知道目前风险有没有增加。再来呢，每一个老人家过世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做个解剖，看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过世的。那如果每个老人家过世的原因都不太一样，那你就知道这跟疫苗是没什么相关的。是讲伫真相台北进前，带时代去注预防针，到底是爱伊还是你甲害？目前大家是认为说这是利大于弊，我们还是建议要打。这个预防针敢通去注？即摆有真侪人要伫张毒。